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7月初3的迦南之声。我是尤破牧师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，在疾病痛苦中求医治的祷告。我们要读诗篇87、88篇。先来读今天 RPG 的金句：为我们的罪恶，他被刺伤；为我们的过犯，他挨毒打。因他受责罚，我们得痊愈；因他受鞭打，我们得医治。以赛亚书53章第5节。在美国有一位叫珍妮佛的母亲，她经历了不可思议的奇迹。她的儿子在攀岩运动当中，心脏突然停止后送医急救，医生宣判他的儿子已不可能救活。在被宣判死亡的儿子旁边，他迫切的祷告。儿子在2个小时后奇迹的苏醒。这位母亲惊讶看见他的儿子活过来，如今能够坐起来，能够正常说话，这是医疗中不可能出现的，却真实发生的事。他的儿子萨米的苏醒，对这位母亲珍妮佛来说，无非是莫大的安慰和继续活下去的盼望。而这位母亲在儿子死亡之时，特别在他的病床前，这样的一个祷告蒙上帝的应允。其实圣经有多处的经文提到了祷告的功效，以及上帝是何等乐意赐下神迹的神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信的人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。今天我们看这2篇的诗篇，其中有一篇诗人他感受到他的病痛，特别是有可能是麻风病这种皮肤病当时候是要被隔离的，他要孤独的离群所居，他要好像被弃绝这样的感觉。所以诗人他真的祈求上帝在他被隔离或者是绝望当中，能够救助他，医治他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在面对苦难或者是疾病所带来的病痛，甚至快要死亡的这样无助感的时候，我们如何去面对这些的病痛？没有办法帮助我们的医生或是这些亲人，我们最后就是可以向神来祷告，我们恳求他医治，他来扶持我们。这些经文在提醒我们，祷告是一个医治的管道。与神建立这样的一个医治的管道，我们需要去很清楚，到底我们跟神之间有没有需要认罪悔改的事项。透过祷告认罪来排除我们跟神之间这样医治管道的障碍。诗人透过这诗篇在提醒我们要勇敢面对苦难和痛苦。88篇的诗人在苦难当中毫不保留，他向上主来表达他自己的痛苦和绝望。这提醒我们，特别是我们自己在面临不一样的这样疾病跟困境的时候，学像诗人，他真的很坦诚软弱，他将自己的痛苦需要带到神的面前。祷告是我们向神吐露心声，找到安慰，得到医治的途径。勇敢面对我们自己的疾病跟痛苦，第一步就是要接受
面对现实，我们需要认识到自己所面对的情况，不回避或这样的一个拒绝。特别是当面对癌症的时候，有时候常常我们会拒绝接受，我怎么会这样的一个得到这样的一个病症呢？接受现实是建立勇气和坚韧精神的起点，所以寻求支持和安慰，特别是在苦难和疾病当中，我们不需要独自承受压力和痛苦，我们可以寻求支持和安慰，我们可以与家人、朋友或信仰团体来分享我们的困境，让我们一起经历透过同心和祷告所带来的力量跟陪伴，或者是支持。第二个，诗人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可以寻求神的医治跟怜悯。特别诗人在绝望当中，他仍然好像在靠掉，向神来呼求，他期待他的医治跟怜悯，提醒我们弟兄姐妹，面对病痛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会真的是失望，甚至是绝望。我们常常说不好啦，没有办法。我们可以像诗人一样来宣告，来寻求上帝，你可以医治我们，你可以帮助我们，谦卑向他来陈述自己的需要，相信他有能力能够医治我们，因为他是信实的神。我们要宣告神，你是我的医治者，你是怜悯拯救我的。一方面我们当然也要领受医治这个求助专业医生的帮助。神有时候透过医生来帮助我们开正确的处方，一方面我们信心来依靠，一方面透过这些医疗，但是当然就是祷告恳求神来帮助我们找到对的医生吃对的药。所以寻求医治和专业的帮助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脚步。我们可以在寻找医疗专家的建议跟治疗当中，能够帮助我们来恢复身心的康复。最后一个，诗人也在提醒我们，信心的祈祷是很重要的如果你充满绝望就好像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忧伤的灵使骨枯干，但喜乐的心就是最好的药。所以当我们充满对神的信心跟盼望的时候，就好像诗人保持他对上主的信心，透过信心的祈祷。这也提醒我们，即使是在苦难和痛苦当中，不要轻言放弃，因为一旦我们丧失这样的斗志，身体很快的就会真的是失去这样的一个力量或者是坚强。那我们仍然可以恳求神主坚固我的信心，我向你宣告，你是医治我的，我可以相信你的应许，你必医治我。可以透过刚才我们所读过的经文他为我们受鞭伤，使我们得医治；他为我们受刑罚，使我们得平安。你可以宣告主的话语所以祷告是我们跟神建立这样医治的管道、供应的管道，也透过祷告的宣告是神你与我同在，我要用信心经历你的医治。所以信的人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，就是这样。信心和盼望是面对苦难和疾病的一个力量很重要的来源。所以我们可以宣告说，神，我倚靠你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，我的医治不在你以外，相信你是医治我的神。同时我们可以真的是恳求神坚固我们的信心，我们要宣告，主我靠主，我能够很快的康复，很快的恢复我的健康。所以在苦难和疾病的当中，有时候我们常常会痛到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办，
所以你向神呼求祷告啊。有位姐妹说：“哎呀，我痛到哭啊！”我说：“向神求，告诉他我痛到受不了，甚至哭，求你安慰我，求你医治我。”所以祷告是使我们坚强，使我们得到安慰的泉源。所以诗人他不断的在提醒我们，他自己在困境当中，他向神呼求，他向神来祷告，来安慰。好像那被排拒、被弃绝被隔离，很孤独啊！求神来帮助我们，祷告吧，弟兄姐妹，跟他建立关系。心事啥人知，讲我知，告诉他你现在此时此刻的心境是怎样，寻求他的怜悯跟帮助，医治我的身心灵，使我能够有喜乐的心，能够胜过这些的病痛。相信神是怜悯的，他是医治的神，在他没有难成的事。所以我们一起来经历神在你的生命当中的恢复、的医治跟供应。我们来思想患病且灰心丧志的诗人是如何来面对他的病痛。如果是你呢？你会如何面对你的自己的病痛？是常常唉声叹气，然后一直宣告负面的，还是你认为向上主求医治会有帮助吗？你可以正面的宣告：神啊，你是我的帮助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可能我们带着劳苦重担来亲近你。主，你说我们可以带着劳苦重担来亲近你的，特别是我们感到无助跟绝望，面对身心所受到的疾病带来的痛苦折磨。主，你知道我们能够承受多少。我们相信你是慈悲怜悯的神，我们相信你的能力和你的信实。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求你眷顾我们所面临的这些的苦难跟病痛。主啊，我们在这困难当中来向你呼求，求你施恩医治我们身心灵的疾病，医治我们灵里面的这样痛苦，赐下你的安慰。求你让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寻求帮助的时候，你指引我们，给我们一条可行的道路，可做的方法，寻求你的心意。主啊，求你安慰我们在这软弱病痛的当中的伤痛，使我们能够找到平安，还有在主里面能够安息。我们把我们的困境病痛完全交在你的手中，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生命。主啊，求你以你的恩典和怜悯来彰显你的慈爱跟荣耀，让我们在这困难当中经历你的大能跟拯救，也能够向人见证神你的恩典跟大能。感谢您垂听我们的祷告。主啊，我们相信你正在做工，使我们虽然眼前还没有看到，总是我们相信，但是我们相信你会带来医治，带来安慰，带来盼望。我们要宣告，我们要坚定的相信你能够做，你能够医治，你能够赐下你的平安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与人分享。我是友波牧师，祝福您领受上主所赐的医治大能与平安，祝福您身心灵都健壮。我们下次再见哦。